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雅珊，欢迎收看8月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专属的 T-Bike 公共自行车系统，为7月29号登场，甲市民见面以后，选定父亲节上午正式举办剪彩启用仪式。初期伫基比博物馆周边以及南坑园区等10个站提供服务。明年3月进前将增加40个站，希望落实加团交通甲观光，打造市民新的生活。为宣传台南公共自行车 T-Bike 系统，市府特别选定8月8号父亲节启用，第一波将280台自行车正式上路。上午市长赖清德、第二位叶一丁、基比博物馆长廖金祥、高雄局长张正元以及侪贵宾议员的参与见证，就伫台南都会公园正式启用，场面盛大。请剪彩。台南市公共自行车正式启用，让我们一起享受活力T-Bike双轮轻旅行。哇！剪彩过后，市长嘛带队来体验伫基比博物馆文化园区试骑主美，一面骑一面欣赏沿路风景，被传来民众甲所有游客享受台南慢活乐活的新生活。同时嘛，选择落实加团城市，和自行车不止发展观光，嘛融入市民的生活。今天是父亲节，我先祝我们全市的父亲们父亲节佳节快乐，也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幸福。台南市政府也特别选定在今天发布我们的自行车系统 T-Bike。那这个 T-Bike 是完全属于台南市自己发展出来的。包括我们在地的大学的设计，在地的厂商的制造，然后我们就是希望未来这些厂商、这些大学的专家学者可以持续的让我们这套系统运作越来越好。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达到几个目标第一个就是让城市的光荣感能够增加第二个呢，也能够解决公共运输的最后一里路。当然，更希望借此落实低碳城市、善尽地球村的责任。我们也欢迎全国的观光客来到台南，能够骑乘我们的自行车系统，达到他们很自在、很漫游的观光的目标，让台南市的观光产业能够更上一层楼。T-Bike 伫正式启用以后，第一期伫基比博物馆周边加南坑园区，总共有10个站提供服务。明年3月将搁再有40个站上线。欢迎民众利用一卡通、悠游卡、市民卡，或者是信用卡来免费租借，每一摆租车前30分钟免费。而且都会公园的服务中心嘛首创儿童自行车免费借用，和亲子拢当做伙来享受专属于台南的自行车。台湾新闻顾问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手机游戏宝可梦6号伫台湾上线以后，引起民众掠宝的热潮，除了带动新的商机，嘛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对此，市长赖清德上午嘛公开呼吁，市民要耍一定要注意安全。手机游戏精灵宝可梦6号伫台湾上线以后，一热门景点拢成为民众掠宝的所在。其中南区的水平公园连透中日头，看会到的都有30-40位民众，无分年龄，人手一机，拢在巡逻。为了惊市民身家上过日白，生出危险加交通意外，上午伫 T-Bike 启用过后，市长赖清德面对宝可梦热潮加现象嘛发表意见，呼吁大家要耍一定是安全为前提，千万唔通乐极生悲。Pokemon 的在全球蔚为风潮在台湾也不例外，我们台南市也是如此不过 Pokemon 之前，我们那个 Google 的 Ingress 其实已经在台南市来做过竞赛过所以就这个台南这个城市提供给这个Pokemon 的这个玩家们来旅游来抓这个 Pokemon 其实是很方便、很自然的事情。那当然我们也鼓励了在玩的时候不要疏忽的安全，
尤其不管你是在骑车、开车，千万不可以啊！除了你会造成你本身的安全受到威胁以外，恐怕也会影响到其他的人啊。所以你如果要玩这个 Pokemon 啊，宝可梦，那你就专心的玩啊，不要一心两用啊，否则的话呢，会乐极生悲啊，那个就得不偿失。会中高雄局长嘛提供两部秘诀，也就是欢迎大家原本家己骑奥多拜开车，会当改坐大众运输，伫坐公车途中上线来掠宝，就免烦恼危险。更重要是，嘛毋通袂记哩抬头看卖啊台南美丽景色。电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南区府南里多年来拢无公园，互民众会当休闲活动。伫里长4档内的争取之下，9档议员无任何结果。对此，议员林美燕上午邀集里长甲多位里民做伙召开记者会，要求市府赶紧进行土地征收，完成公园的开辟。南区前5大人口数的里，分别有开南、金华、文南、建南、甲府南里。除了府南里以外，分别拢有1-2座公园，甚至各地开南里各有8座公园，分配相当无平均。据此，府南里长为1802年开始就开始反映，希望市府征收里内的公理用地，不过一直到今，地区犹原等未到。5大人口数的府南里。竟然无半座，无半座哦！你叫一个讲诶，咱的在地府南里乡亲，若要来运动哦，拢爱去隔壁里，无就爱去公园，对啦，迄个体育公园，无爱去倒，就爱去学校，对啦，日新国小。当初府南里甲日新国小爱经过金华路一段，你要去阮的体育公园，要去这爱经过啥？迄个永成路。大兴路、西门路，这都危险性诶，其实交通非常繁忙的一个地方。因为阮府南里人口有够济，人口遐尼济，土地遐尼大，结果无一个互阮里民有当去运动的所在。阮乡亲大家足不满，足想要出来抗议，有需要阮府南里爱一个公园互阮。这公园一定要阮征收。对此，公务局回应，目前府南里一直无开辟公园，主要是因为财政困难。而等待106年度预算编列的时阵，会再向市长提出报告土地征收的机票性。要讲来讲，过去是已经做过这努力啦。当然今仔日吼，这个场面我嘛知影讲，大家的需求真迫切，所以。106年度，阮的预算是还袂变，所以我伫咧106年度的时候，我照常会继续甲市长报告，提出来讨论，强调这个公园这个需求性。位伫金华路一段484项的公里用地，大约有0.6公顷的面积，征收经费需要3亿1千万。议员林美燕建议下当每一档编的预算来进行征收甲开辟的动作。但新闻站山王子豪采访报道。爸爸会当讲是家庭当中重要的一个支撑，为着要照顾爸爸的身体健康，安那便伊伫父亲节即天特别规划体适能、骨质检测以及眼睛体检等等的活动，也算是一项真好的父亲节礼物。父亲节除了是为了爸爸的日子，而且也是感谢家庭当中扮演着父亲这个角色的阿公阿嬷，也就是妈妈。安那便伊院长表示，要支撑一个家庭，除了需要经济体能以外，更需要维持好的心理甲精神状态。所以便伊也特别举办一系列活动来庆祝这个节日。父亲就是比较保守，较袂晓讲话哈。也许是我了哈，所以那比较好像比较属于那个比较沉默的啊，大部分拢含囡仔谈心拢是妈妈较济哈啊，不过的父亲的辛劳其实是相当辛苦了哈。讲体能啊，你要担负一个家庭，你就必须要把自己的身体弄好哈，这个是体能哈。那一个就是说你的心理要够强壮，你也要应付这个，要能够应付很多事情哈，然后这个变化啦等等，所以我们这个在精神上，我们需要有一定的一个
素养然后来带。现场除了有艺术家黄天虎的画作展览、甲健康讲座，佮包括有体适能、骨质检测、眼睛体检、精神科去污名化、安宁器官关键的闯关活动。而且完成闯关，可以当参加抽奖，会当恭喜够健康，佮减体健康。电视新闻站上王子豪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汽车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由上主车甲三冠王有线电视所举办的第10届爱在社区 BB 宽片 BBTV 卡拉 OK 欢唱赛，第2场南区初赛8月6号暗时，伫南区公所头前的广场盛大展开。佮第一组总共有50人参赛，当中甚至出现一个伙仔5个人拢做伙比赛，互相车拼的画面。比赛结果由谢妙仪、蔡雅文分别摕下各第一组的第1名。Baby， 你怎会唱甲这呢险？看着你规冬天拢陪我寒。我是这港纯情的查甫。在新兴里新兴舞蹈团的精华力带动之下，爱在社区卡拉 OK 欢唱赛南区初赛正式登场。会中包括立委陈天辉、市员林美燕、曾玉珠、蔡秀慧、吕伟英，以及南区区长朱董、加南区里长联谊会长陈清泉等这位里长，拢到场为参赛者加油打气，场面相当热烈。这样的一个社区卡拉 OK， 就知道说我们在社区基本上我们唱卡拉 OK 的人口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一样走入社区，让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好的一个表演空间，一起来唱歌，做伙来比赛，做伙来交朋友。再一次肯定我们三冠王，透过活动也好，透过我们的电视节目也好就让我们我们台南的乡亲生活多彩多姿。上介重要是今仔日来自咱南区所有各角落的各位参赛者。希望讲今仔日的表演上台就是第1名，上台就是上介好的表演。简单几句，我希望你们今天是最棒的，也能争取最好的成绩。台南有你们真好。我常常听到人在讲这个音乐是上帝的声音。我想这不管是双子星还是三冠王，这人有心让咱创造这个上帝的声音。我在这特别向咱的有线电视台表示敬意。阮南区的无论什么人进决赛，阮伫决赛拢得第1名添。好，今仔日咱希望讲咱所有南区来参加比赛拢爱加油拼到决赛的时阵嘛是咱南区去摕第1名啦。南区初赛当中，除了吸引历届参赛者，入选前3名歌手嘛拢再次降台，甚至出现一家伙仔5口罩拢做伙来参赛，互相车拼。主办单位表示，这个比赛都来让观众欣赏好声音，也有有奖征答，抽液晶电视摕大奖，以及免费食冰机、消暑清凉，会当讲是有食够有掠。而最后成绩出炉，台语组前3名，第1名谢妙仪，同时包办最佳舞台魅力；第2名蔡仲坤，第3名谢博勇，最佳舞台造型则是蔡仲轩。
各一组前3名，第1名蔡雅文，第2名李洪安，同时包办最佳舞台魅力。第3名张新平嘛摕下最佳舞台造型，前3名分别取得进入总决赛资格。我头山来叫出你的名，你咱当初的山盟海誓，哪会3两句话，前来对路万地青天。心爱的人，听讲你已经有别人，每日为你等，敢讲你全的不知半项。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的太阳，不懂那月。另外，南区初赛实况对8月13号开始，伫第4频道卖分段播出，请观众按时收看。电视新闻综合采访报道。第次马瑞商业农业公会为了庆祝成立70周年，4号暗时举办联欢晚会。新任理事长郭和元表示，年内将会成立爱心基金会，关怀长者甲会员子弟，帮助弱势。成立已经满70周年的台南市马瑞商业农业公会，日前顺利完成第28届理监事解散，由前议员郭和元新任理事长。联欢晚会设开70号，包括中央各地方民意代表、各友会理监事拢前来祝贺，场面盛大。会中除了颁发新任理监事证书、甲顾问授证，理事长郭和元表示，年内将会设立爱心基金会，帮助会员子弟以及社会急难救助。爱心基金会来讲是，这个钱呢，趁伫社会，用伫社会。过去咱也唔敢做这个工作，我绝对要做，就讲要来照顾着咱的会员，咱的业者，因为咱会员的业者将近400个。将近400个，咱是要救迄个需要的，有足侪人会需要咱甲关心、甲关怀的。至少伫工会，咱的坦诚、公开的，就是急救，甲咱的主题奖励金、奖学金。安尼，咱后壁若是有演出，我会继续第3，就是要做咱遮长老。理事长强调，目前该会会员甲赞助会员超过400人，会员净利除了每一只交20块做会费，将全数用伫工会运作甲开销。至爱心基金的来源，将全数由理监事甲热心人士出钱捐赠，袂动用的会费。天天新闻年间采访报道。酸猪油也会当开发儿童活动兴趣甲创作。台南市立图书馆结合故事桌游甲儿童文学的动手酸活动游戏文学活动，6号正式登场，邀请亲子做伙体验跳脱文理的立体活动趣味。伫各些有利行小朋友活动带动之下，台南市立图书馆新推出动手酸活读游戏文学活动。6号上午，伫图书馆正式登场，包括文化局主笔林伟旭、议员蔡宏全，以及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尤佩云教授，也拢到场参加这场真有创意的活读体验。其实我们今年的暑假的活动都非常精彩啊！我们之前办了一个请钱阅读，那接着我们今天办了一个动手玩阅读。那我们的一个最初衷的一个想法是让阅读能够从小培养，然后呢，阅读是由亲子一起来进行的哈。那动手玩阅读就是我们从一个五感学习这样的一个发想，因为五感学习的话，能够透过这样感官来学习的话，是一种比较新的一个学习的方式。那不管孩子他本来就有阅读习惯，还是没有阅读习惯，透过家长的这样的一个陪伴，动手玩阅读，他会觉得阅读更有趣。好，那让阅读呢就融入了生活中，从小就养成这样的习惯。因为今年第13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大好伫台湾举办，配合大会主题亚洲儿童甲童年的想象，由市立图书馆
甲台南智慧森林儿童乐塔文化学会合作办理动手耍乐塔，迄个活动总共有8场，将分别伫图书馆、甲正大册城举行。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到图书馆网站查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南台南家扶中心亲近社会工作今年满50档，伫欢庆50周年的同时，该中心也特别举办好事好书、微电影首播、甲网络好事留言活动，希望借此呼吁民众加做好事，发挥社会正面影响力。好事种好树，我们一起成长生命树，还有好的故事即将变成真实，世界一定会越美越有力量。透过微电影宣导，不管你今仔日是不是有做好代志，或者发现周边有好代志正伫发生，民众拢会当伫南台南家扶中心的粉丝团传播做好代志的经历。透过好事分享，一结成好树。做好事，种好树。为了宣扬这项正向的力量，包括副市长甘顺泽、立委黄伟哲、社会局长刘淑慧以及家扶基金会副执行长、妇幼委员会主委等等，拢到场支持这项活动。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到底说了什么样的话？我们到底帮助多少人？让我们走了之后，我们的故事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再留下来。我们帮助过的人呢，也有我们的坚持呢，再继续把它发挥。50年来，成就了许多好事，种植了许多好树，我们大家一起再加油！现场包括微电影的男女主角，以及水布店国际音乐公司戏曲创作庄巧燕小姐现场演唱，为活动带入格调。关于做好事种好树，我们一起相遇在家扶。你说你的故事，我们互相扶持，世界就会越美越有力量。关于做好事种好树，我们一起成长生命树，还有好的故事即将变成真实，世界一定会越美越有力量。这项活动为7号开始，持续50天。民众只要伫9月25号进前，拢会当将好事上传南台南家扶中心。中心将会每礼拜挑出5名留言者，赠送客制化4名好树叶钥匙圈。欢迎民众组团来响应，做好事改变世界。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谢谢我们。人讲府城人上高礼为传统婚礼计划，就看会出来，搭配七色浪漫的气氛。各个知名饭店特别结合婚纱、喜饼、甲新娘秘书等，侪婚礼周边的厂商，连续举办一场豪华示范婚礼，吸引超过300位准新人甲亲戚好朋友参加。为了让新人更加了解台南传统礼俗婚宴的办理，为宣传台南公共自行车提拜系统，市府特别选定。为了让新人更伫汽车的门诊当中，有部分。为了让新人更加了解台南传统礼俗婚宴的办理，由香格里拉台南远东大饭店结合侪婚礼周边厂商，共同举办戏剧博览会。7号中昼伫该饭店地下2楼举行，为传统的订婚、红茶介绍台南家查某囝传统礼俗，甲开序幕。来，新娘请爸爸啉茶，这个时阵就爱解喙哦。来，新娘请，我请啉茶。咱甜茶家己负担，互咱新郎官快快来做阿爸。甜茶家己付完，互咱新郎官趁钱趁袂完。
这个活动其实是针对即将步入礼堂的准新人们跟家庭的亲友来举办一个实际体验一场婚礼的一场秀。那其实举办这个活动呢，像很多人在找场地或者是在菜色的部分都不知道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实际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婚礼，自己的婚礼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针对这样子的需求呢，那我们香格里拉台南远东饭店，这次就是把这样子所有我们遇到新人询问的问题，把它实际做了一场的婚礼秀，让新人们实际来体验。那除此之外呢，在品尝菜色的部分，我们也让他们实际可以去品尝宴席的菜色的一个料理的口味。除了鼓励稳定仪式，现场也有婚纱公司展现几哪款秋冬婚纱礼服，请来模特儿走秀，有传统也有时尚流行的款式。另外，在饮食方面，饭店也派出香港籍的主厨做介绍，并且推出一系列优惠，让现场超过300位准新人甲亲戚好朋友提前体验。现场也有摸彩，上届大奖是100万婚宴5折优惠，也有总统套房、海外美国大宿更等等的好康。今日新闻年间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多云，短暂阵雨，也就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记录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8月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丁雅珊，咱再会。Taiwan, this gift is for you.